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睇一個 One Innovate 嘅3房1套單位。One Innovate 位處於粉嶺嘅聯和墟，項目咧設有呢個會所，裏邊嘅設施都非常之完善㗎。項目周邊咧亦都有街市啦、交通總會啦同戲院，買嘢、食嘢、玩嘅應有盡有。咁我哋講翻個單位先，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672尺，3房1套嘅設計。一入到嚟單位咧，咁我哋就見到個客廳啦，一邊擺梳化、電視機，另外一邊擺飯台。廚房咧用咗半開放式嘅設計，增加成個單位嘅空間感。兩間客房咧都用咗呢個落地玻璃，採光度亦都十足。發展商亦都相當之細心，就算連分層單位咧，主人套房亦都係用兩面嘅採光玻璃，增加呢個採光度。套廁咧亦都係採用咗明廁嘅設計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睇完咁多先。如果咧想攞多啲資料嘅話咧，歡迎喺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